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9月26日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军公告明年薪水因由疫情影响，政府财政压力沉重，所以行政院决定无被调整。世界将近100万人伫武汉肺炎过身 ，WHO 警告就算疫苗落市面，死亡人数恐惊也是加点倍。乌克兰一架军机失事，造成上无22人死亡，2人重伤，另外阁有3人失踪。近来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地区国军勤务沉重，总统蔡英文就伫今仔日前往高雄慰问，发中秋加彩金感谢三军的辛苦。另外，中国一架情报船自9月18日现身花莲外海，但海军外境监控，一架情报船才伫今仔日早起来离开。总统蔡英文日落去高雄勉励空军第3后勤指挥部、陆军港训中心，还有海军水下作业大队。蔡总统表示，这几个单位偏向是大家较无快，是国军内底无名英雄。各位都是英雄国军里面的无名英雄，大家辛苦了。我也要跟大家保证，国军守护国家，我也一定是各位最强的后盾。最近台海局势真紧张，国军兄弟的勤务拢真重。蔡总统接走部队来分加彩金，若是日落早起，中共军机连续第11天侵入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和空军公布距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空域，影响飞安全，立即往返脱离。该空军起诉的行为嘛愈来愈猖獗，有中国民众连日捌翕到中国上先进的美装战机歼20，进驻泰国沿海的衢州机场。中国网友讲，这个机场离台湾仅500公里，歼20对当地起飞到台湾顶仅需要15分钟。另外一只中国情报船10月开始就出现伫花莲外海，那就是侦测到最近中科院的飞弹射击。海军运输补给舰是出现伫台东外海，中国情报船伫26早起才脱离监控。国人同胞都知道，在蔡总统领导下，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坚守主权，寸土不让。国军对于台湾周边的情势都有密切掌握，请国人放心。针对中共军机侵扰的行为，美国军机嘛提关伫台海4颗位啊出现的频率。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推特平台日落指出，美军是派 EP-31甲 P-8的侦察机伫南海出现，其中 EP-31侦察机离中国的海岸仅超88.5公里，搁一个超过美国军机对中国侦察上近距离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军公告的薪水每年敢会起，这站社会已经讨论真久。运输行政总处伫今日公布每年军公告员工的待遇，行政院决定无被调整。运输行政总处表示，考虑搁参照政府财政的收入较少支出，搁受疫情影响，特别偏防疫、纾困、振兴等等经费，地区政府的财政压力沉重，所以行政院决定无要调整军公告每年的薪水。来讲，中华溪州一间做车轮的工厂中昼火烧，相对出动拍火，伫1点钟内控制火势，计用4个员工遭着伤，送病院治疗。消防局初步认定火灾是工厂的机台导火来所致，不过详细有关爱进一步厘清。高烟对工厂一直冲出来，规个天顶敢若亲像被捏乌去，消防人员赶紧救水工，四界一直钻水。经由空气画面来看，厂房拢乌去啊。虽然消防人员及时控制，不过现场看到真侪厂里的原料，也佫有真侪较会倒起来物件。消防人员也伫咧现场来戒备。虽然火无真大，不过有4名男性员工因为受力高烟离实受伤。加在4个人送医了后，也佫真清醒，无要紧。中华溪州的正新轮胎厂26中昼庆祝高烟，消防局派出21台的拍火车，45名人员到场来拍火。初步研判，导火所在疑似是厂房内底机台，伫当时差点影响3楼的原物料甲热爱成品。离高烟也好救灾，消防人员面拢变乌去了。3楼、4楼的部分已经起火燃烧，里面就是一些机台，还有一些塑胶制品。所以塑胶制品燃烧会产生大量的黑色的浓烟。火虽然1点钟就受到控制，不过空气内底拢是真臭屁的塑胶味。环保局也赶紧出动空气品质监测车，对着戴奥星是不是超过来采样分析。监测车派到现场，在下风处
来做那个空气品质的监测。那如果有故意过失，我们就会依空气污染防治法来处罚。环保局表示，若是调查报告确认有故意也是过失，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来罚10万到2000万块的罚款。李正新也经由声明稿表示，导火是开酒分厂的分裂部门，会有其他的厂房机关原物料被影响营运，不过导火原因也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地方的大消息，台北内湖一间无牌安养中心火烧，造成3个长辈不幸。市府加强稽查市内安养院，市长郭文德伫今仔日表示，搁再伫内湖发现一间照顾机构无登记，环境阿早客性命老大人。市府已经要求业者停业，也协助安置这个长辈。台北市内湖顶日一位无立案的安养中心发生火灾，互3个人无命。台北市政府答应讲会加强稽查。日台北市长郭文泰就宣布，搁伫内湖一个主体发现无立案的机构，虽命令伊停业，而且尚无处罚6万块以上。嘛，甲内底老大人转移安置去其他的机构。民宅内有4名长者，3女1男居住其中，2名尚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另外2位使用轮椅。经查是未立案的一个机构。台北市政府呼吁民众应该选择社会局列出来100间合法的养护机构，发现非法的机构，大家199来检举。不过台北市政府进前稽查非法机构，却因为无人来开门，转来结案。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已经规定以后上无爱追踪3届，必要时会请警察局联检。追踪3次还是无法处理的话，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请警察局以相关临检的方式。那有必要有及时处置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也会依照行政执行法，对于住宅跟建筑物或其他处所的进入。若是新北市顶日掠到中和无照的安养中心，黄珊珊嘛加讲，平常时就知影，最近才处罚，上北险出火车。别人会发生的事情，新北市绝对不会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也会主动查处。那但是我要跟讲哦，如果有发现说，这没有在上面的，而到营业事实，那就跟我们讲，我们再去查。上北伫咧长照的部分互相比拼，郭文泰强调讲，家己对市政拢有掌握，好尤其是讲家己做好上重要。针对违法的机构，会全力处理，袂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水保局台中分局别公务员才受处上交代受污洗歹代，检察官表示，目前牵涉这件案件层级上介悬的姓杨的秘书，依照贪污罪数押另外5个公务员以20万至60万交保，也这件敢阁有其他人员牵涉，检调单位表示追查当中。水保局台中分局的办公室内底，员工随忙正常伫上班，毋过气氛若像无啥好，因为这个月初，台中检方指挥廉政署搜索水利局台中分局的办公室，甲官员住的所在。因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收受贿赂不正利益的部分，跟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另外还有5名公务员也涉嫌贪污罪嫌的部分，跟法院我们认为没有羁押的必要来做交保的处分。检方表示，目前涉案层级上悬的是姓杨的秘书，因为涉嫌重大，佮加上有串证的记录，检方向法院申请扣押得到核准。另外，包括涉任的前科长等等5个有公务员身份，是以20万至6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这个案件起因是检方接到检举，原本涉任的前科长甲厂商有无正当的利益往来，包括食花酒甲接受性交替，一年要到60-70届。若是层级探甲姓杨的秘书，甲其他科长涉嫌不当往来，了后伫咧应该要闭关的水土保持工程涉嫌放目多利厂商。水保局台中分局嘛证实，除了启动警方调查，嘛甲涉案的人员调集记告。60几个案子，几乎牵扯的到目前为止，有接受约谈的这一个包括设计建造的顾问公司，或者是相关的施工厂商。都有所以没有说特定1家或2家，或是特定某一家的这个厂商。水保局台中分局表示，涉案的人员已经处罚嘛调解，嘛要求针对下游的厂商甲人员袂当有不当的接触。若是检调嘛继续向顶悬来追查，敢受更较悬的层级，或者是相关公务人员涉案，拢搁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客家的产地大路底线即站立委继续对，今日甲环保署、工业局、国产署等等单位去到客家工业区会勘，发现实地土地拍算有大路底线，即是提仪器落去检测，土壤含重金属的比例确实较悬，立委就要求相关单位介入调查。 环保团体提出，重金属检测机器对互检举人指控疑似大路晒土地就插落去，重金属各超过标准的数字马上就出现，而且超出一般标准250 ppm。所以这个地方的铬重金属铬 CR 超过土壤管制标准，土壤管制标准是250，那这边测到是869 ppm。 860几 ppm， 但是实际上溶出来，依照标准的土壤采样检测方法去做溶出试验前量检测，大概是 SRF 检测出量的10% 左右。 这块地就伫客家工业区内底兴业段61地区，当地里长李新进指控有大路晒，立委陈椒华伫到现场勘验，要求南区督察大队来学。验过会勘的四块地，除了一地是国有财产署的以外，其他拢已经转卖成做私有土地。由17环保署才现场勘验取样，检测报告并无超出标准，所以讲即阵无开学的计划。 离客家兴业段804之2号是国有财产署所有土地，里长也指控这块土地多年前也互偷大路晒，立委要求国产署应该追究责任，并且追讨不当的所得。他挖最深的就是在他的厂区里面，他的厂区那边呐，2只怪手在挖了，一只在下面挖起来到中间放中间，中间再一只挖起来放车上。 大家想想看，这样它有挖多深？环保机关如果后续它的一个时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跟我们署里面研究，看是不是由我们来配合作业，是不是？ 只是已经检测的土地，佫被测出含有重金属成分。环保局讲，这个检测方式毋是标准方法，建议用环保署公告标准方法来检测。另外，客家工业区路晒加工了的产品，回填入去土地，也是放伫工业用地，这行为是毋是合法？应该看这法定的规定。离环保局讲，后续会配合司法机关侦办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国际消息来看疫情，世界武汉肺炎病例达到3256万宗，将近100万人因为病疾过身。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就算疫苗落市面，未来致病死亡的人数拍算也是会加增倍到200万人。呼吁各国政府防疫事项要愈严格。另外 ，WHO 证实咱台湾已经加入 COVAX 这项疫苗计划。 新冠病毒疫情对去年底在中国头一摆爆发了后，到旧外个以来，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今日确诊数已经总计到3200多万例，死亡人数更加要超过100万人。而世界卫生组织2号发出警告，未来死亡人数真有可能达到200万人，甚至是更加多。 at losing 1 million people in 9 months, and then we just look at the realities of getting vaccine out there in the next 9 months. There's the issue of scale up, there's the issue of funding these vaccines, there's the issue of distributing these vaccines, and then the issues of acceptance. 虽然这阵治疗方法改善，和致死率正在下降，不过莱恩强调，就算研发出有效疫苗，又也无法完全阻挡这个疫情。伊呼吁全球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加全面的行动来防堵病毒扩散。 而随着秋冬季节来临，北半球真侪国家已经看到第二波新冠病毒兴起的情形了。We are seeing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right now an increasing trend in cases, and part of tha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have better surveillance. But what is worrying to us is an increase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an increase in bed occupancy for hospitalizations and also in ICU. We haven't even started our flu season yet. So what we are worried about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trends ar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在这摆报告中，世卫组织除了证实台湾已经签约加入 COVAX 疫苗计划以外，也继续跟全球第2强权中国就疫苗研发也有着资金方面来进行协商，确保各个国家甲地区能更加快速公平来得到 COVID-19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解放军暗中开始点海面、空中巡逻，其中也包括追查可疑的船只。因为顶个月才有12个香港人伫偷渡过台湾的过程当中，被中国海警抓到。所以这摆演练也互外界认为是要警告有意离开香港的民众。
在香港高州群岛附近发现可疑船只，敌舰小队马上在舰艇定准检查，紧紧就抓到3名可疑的人士。第一时间完成登船搜索，控制住了危险目标。中国解放军的驻港部队在25公布连塔海空巡逻的实践化演练影片，展示部队的反应甲处理能力。不过，顶个月23才拄有12位香港民众伫偷渡来台湾途中，互中国海警抓起来，所以这摆公布影片也互外界解读做可能是要威吓有意离开香港的人。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是指出，这12个人犯罪事实确实，即阵伫侵权方刑事拘留，符合中国法律的法规。而逃亡到英国的前香港政治创党主席罗冠聪参与澳大利亚自由论坛，呼吁全球支持香港抵制中国，希望多多在社群平台分享香港资讯，也莫使用抖音迷信这中国软体。Please boycott all Chinese software that surveil you and import authoritarianism into your country. You are being fooled into using their software, buying their products, and giving them the financial means with which to destroy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伫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相关关心维吾尔族加香港的人权议题。We do not share the values on whic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is based, and will not stop promoting respect for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ose of minorities such as the Uyghurs, or in Hong Kong. 米歇尔指出，中国虽然是经贸合作，也有对抗疫情甲全球暖化的重要伙伴，不过决定爱更加平衡这种的关系，来走向更加对等、公平竞争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新首相苏加yoshihide希德官议会早暗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交换意见，针对经济贸易关系合作对抗武汉肺炎的议题，两国的讨论达成共识。另外，官议会特别提起中国的调查船接入侵占过诸岛，也就是钓鱼台群岛四边的海域，也开声关心香港的问题。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关议会甲习近平头一届的电话高峰会是伫咧台湾时间25暗时8点外开始，超30分钟。私からは日中の安定は二国間だけでなく、地域国際社会のために極めて大事なことであり、このことについて共に責任を果たしていきたい、こうしたことを述べました。中国除了恭喜关议会就任日本首相，表达祝福这挂场面话以外，合作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而且赶紧恢复两国小型人士往来，是两国伫咧实质问题顶悬达成的共识。而且关议会嘛无规避敏感的话题，除了中国硬杀港北国安法引起香港民众进一步的不满以外，中国海洋调查船侵入日本领海，包括钓鱼台，也就是日本讲的占过诸岛边的海域，侵入行动逐年拢伫增加。关议会嘛向习近平表达日方的关心。其实，就伫两个元首通电话前2天，日本沖縄关议会自民党籍议员就向中央发声，认为讲干那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要维护领海安全是无够的，必须要甲海上自卫队来合作，由海空两路加强对相关海域的监控。另外，日本嘛必须要照美日安保体制，甲美军共同强化岛屿的保卫训练。关议会甲习近平电话会谈的上尾，双方同意维持包括元首等等政府高层之间的沟通管道。若是当时安排习近平到日本国事访问，这届会谈并无讲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乌克兰一只军机伫台湾时间9月2日半暝2点50分去卡岛，因为降落失败来失事，一只军机计共坐27人，上无22人死亡，2人重伤，另外阁有3人失踪。这几啊段画面是无人机摄来了无久，开车经过附近的民众用手机也是行车记录器所翕的。因看到机身登去了后，规个烧起来，伫暗时看起来更加恐怖。Ехали на Чугуево, упал самолет перед нами. Неизвестно почему, как. Выбежал горящий человек, сзади подъехала машина, взяла огнетушитель, и с этим парнем побежали его тушить. 尽管事发了后大约70分钟，火就被控制并且拍熄。不过，规只无人机已经烧到脆糊糊。根据外电引用当地官员的讲法，机顶的27人内底有20人是乌克兰空军大学的学生。总统泽连斯基伫面册发文表示惊讶甲哀悼，并且有电较晚到现场视察搜救进度。
7速的 AN-26运输机是前苏联安托诺夫设计局在1969年推出的军民两用能源运输机，除了前东欧共产集团国家，也未少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总产量超过1400架。由安托诺夫设计局是前苏联唯一位在乌克兰境内飞机制造据点。苏联解体了后，乌克兰也把设法进行改良。在这个事故进前半世纪 ，AN-26的飞安记录并无理想，除了在作战时予敌军拍落，总共有29件重大的空难事故，造成404人死亡。而真正失事原因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看转来，咱台湾第55届电视金钟奖的颁奖典礼，现此时当伫咧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举行。公司台语台153个节目入围4个项目，咱来看晚暗5点外，艺人家红地毯的画面。节目团队。今年咱台公司台语台有3个节目，包括轻松活泼的旅游节目《无输这巴士》入围新话风格节目奖，由出名艺人彭恰恰主持的趣味台语教学节目《画山画水画玲珑》入围综艺节目奖，也佮有用台语脚头壳拼奖金的专家有智慧入围一致加实景节目奖，和节目创新奖2个项目。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已经伫拄则7点的时阵开始，拍算会进行到半暝12点结束。观众朋友伫公共电视台嘛会当看到全程的转播。下礼拜就是中秋连续假期，车顶拍算的假日这初一共款济。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指示高速公路局着比照气象局伫风台期间报告天气的方式，用影像辅助以报连续假期车路的状况，也要求内容爱重简单，民众好理解。看起来有淡薄仔歹势，高公局的路况预报员头一摆出场，无像演过跟那报路况，即马佮配合导影片的资料，未来高公局会照气象局伫咧风台期间直播天气的方式，变换导影片，而且行叮当的方式来播送，预报连续假期的路况。提醒各位民众，在连续假期可以多使用公共运输，以达到既省时又省钱目的。是要再修饰一下，看要怎么样用比较浅显易懂的词汇告诉各位用户朋友，这样。以中秋假期来举例，逐工早起7点、10点，还有下晡4点，一工会伫面册直播上新的路况3摆。高公局都交通管制组经7个组员来担任路况预报员，最近开始试报，交通部协调气象局资深的气象预报员来现场指导，加因伊的撇步，要互路况预报甲天气预报同款生活化。眼神，我除了看媒体镜头以外，我会看在场的朋友，因为有时候朋友们可能对我们讲的东西是有点怀疑的时候，表示我们传递出去的讯息不是那么清楚，他可能在下一章或者下用另一个文字再把它描述得更简单一些些。交通部长林佳龙坦白讲，这届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分析过去各地的地数据，交叉比对东部的订房率，估计各类热潮继续。预计连假的头一天甲第3天的车潮真多，可能甲过年的初一同款。伫这个时阵推出路况预报的直播服务，就是希望大家当分流。我们是做最坏的打算，好，但做最好的努力啊。那当然是非常戒慎恐惧哈，因为确实是，尤其是国道5号哈，在苏花改通车之后啊，它平常的车流量就增加了2成啊。那在中秋连假这种4天的假期，其实车流是最多。另外，为了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状况，交通部证实，当咧建立解释多更较清楚的设备，未来机器会当伫咧上紧的时间以内，辨识到速度较慢的车，而且公告伫咧资讯看板顶悬，互当事人知影讲家己的行车速度上慢。新措施上紧年底开始。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这边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伊原本伫眠床，也是坐伫轮椅，人拢是起身向后壁。伊若需要讲人爱压进前，较有法度爬起来，这个动作对人讲伊拢足惊的，甲安慰讲啊无要紧，吼，阮会保护你的安全，你莫紧张，吼，咱等下要做啥物动作，无一定对伊来讲，伊个惊吓的部分，较当较减轻的。9月2日，拜六暗时7点半，成年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咱今仔日要讲会当互咱增加更较水的胭脂水粉。胭脂水粉汉字写作胭脂水粉，罗马字写作伊烟烟、滋伊滋、滋味水、好运粉。胭甲脂拢是第一条，水甲粉拢是第二条。胭脂是古早时的口红，点一寡伫嘴唇，人看起来较有元气，嘛较水。看你是要令果红、气泡红、红包红的色，拢会使哦。水粉咧抹时，就温和小看淡淡，粉才会调。所以叫水粉，薄薄的、酸塌塌的，面看起来就较白，看起来皮肤嘛较好。天气热，酸较袂调，面阁会流汗流甲油腻咧。这时阵吼，用这碰粉就会较好势。碰粉嘛叫做芳粉，新竹的芳粉吼真出名，所以嘛有人直接甲叫做新竹粉。现代人化妆的技师愈来愈多，洗面了后就要先用化妆水，甲面打打的，高高的库里姆，薄薄啊，甲抹一圆，过来抹二霜，隔二霜，刷落来画白白，上眼妆，入目睭毛。出门进前拢爱西装打扮真久。俗语讲：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虽然西装打扮会当互人对咱的印象加分，不过上重要的也是爱做善良的人，存好心，做好代。这款对心内表现出来的水，更较互人感动哦。六、胭脂水粉、碰粉、芳粉。日霜、隔二霜、入目睭毛，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我胭脂水粉装头好好势，家己看嘛欢喜。今仔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